请掌声鼓励。恭请县长复位，其中首封警员赵世宏有，黄燕简有，第一枪并持枪瞄准远景，事后并在手枪内发现有一颗击发痕迹的不发弹，唯二员仍不畏危险，持续追捕逃犯，请警员赵世宏出列受奖。请第6信用合作社温理事主席颁奖。请掌声鼓励。请黄燕简出列受奖。请掌声鼓励。其次有功警员蔡玉伟、邱传进、于张美。请掌声鼓励。好，接下来恭请县长及莅临的长官与受奖人员合影留念。彰化分局在，彰化县政府部在。请掌声鼓励。请现场温理事主席及还有我们的这个水富兄哈，我们的站长。那现场有我们的这个分局长，各位这个警察同仁，以及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那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那对于昨天中午在我们彰化6信所发生的这个持枪抢劫案件，那我们呢彰化分局能够在很快的时间之内，那就能够破案。我想这个要有赖于我们所有同仁大家的一个用心哦。那第一个特别这个能够顺利破案，第一个真的是6信的员警很积极，第一时间就按了我们的这个报警铃。第二，我们中正派出所我们的这个警员能够迅速到现场，而且不畏歹徒的这个持枪，那也是这样持续的跟歹徒这样的来这个处置哦。那还有一些同仁也受伤了。那我想在这边除了肯定我们同仁的一个用心哦，那特别是我们这个方局长，那这个也指挥到我们后续的刑事警察局以及我们刑事这个大队以及我们的这个监视组做了相关的一个搜证哦，所以能够很快的迅速来这个侦破所有的这个案情哦。我想在这边再次的对于我们所有警察同仁的一个用心哦，那也要谢谢我们6信也在第一时间内就主动说要来鼓励我们的这个同仁哦，我想不敢鼓励一下。那大家英勇的表现哦，我想可以让我们的乡亲更能够安居乐业在这块土地上踏平哈。那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的谢谢大家的用心。那惠美上任之后，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治安真的也非常的这个重要哈。那我要谢谢我们方局长。那不管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警察同仁的一个这个鼓励，或者说对于我们一些这个歹徒们的一个这个权力的一个查缉哦，我想我在这边还是要真的谢谢我们方局长带领所有警察同仁的一个用心哦，我们一起努力让彰化变成一个更宜居的一个好地方。那为美好彰化，希望城市一起来努力。那再次的谢谢所有同仁的一个辛劳。那么祝福恁感谢你，开路就够继续看到前前慢慢过。也要谢谢我在6信这个。我今天是代表阮彰化6信来感谢讲昨整个过程实在足感谢的。昨个过程嘛看到讲咱在警察同仁伊的专业较好尤其是伊的勇气实在让人足感动的。所以我今天代表阮彰化6信一点点的心意来慰劳他们，谢谢大家，谢谢。OK， 好，现场拍摄这样。